因若地动了后，即马全台湾有真侪建筑物受损害。目前搭红单、搭黄单的建筑物已经有128件。国土署即马嘛正在研究讲受灾户的主体补贴方案，租金的补贴即马按算一户一个月上侪有100,800。因若中建主体贷款的利息补贴会当有关到350万，整修主体的补贴嘛当有关到150万。也毋过即马有建筑技术是认为讲，搭黄单的建筑拢已经是着来伤啊，亲像天龙青大楼真正着搭黄单，建议遮的拢爱途经。花莲近海西山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，除了山东花莲，全台未少建筑物也拢有受损的情况。国土署研究受灾户主体补贴方案，包括相关补贴350万，规楼中建主体贷款利息，最次补贴相关逐个月100,800，修缮主体贷款利息补贴也提悬到150万。如果它是经过修缮可以达到正常使用状态的话，那原则上会进行修缮。那可是，在红单的部分呢，如果涉及到它的结构已经严重损坏，必须要进行耐震补强的话，那就要依照建筑师的一个要求呢，来进行结构补强以后才可以解除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到7月为止，全台确认红单建筑有49件，黄单建筑有79件。所以，甲国家地动中心合作，成立专案办公室，提供民众有关强化主体结构安全等服务。只要建筑物经过专业评估，达危险标志，红黄单者也是耐震能力初步评估，危险度总分大过45分，会当申请耐震绿展补强的补助措施，结合主体相关补助450万，但以透天主体50万，高补助评估费用。45分，他就认定说，你花的补修成本可能会很高，不如你改建。结果技术也提醒，已经互列为红单的建筑物表示危险，如何爱随搬离。那黄单虽然不是主结构受伤，也毋过实际上是建筑物已经来伤，像2016年的台南维权大楼，甲即摆花莲天虹青大楼，拢是过去黄单建物，只要中大型地动就倒去，政府爱召回途径，规楼改建优先。这种中型地震来，它的结构安全已经显示出它比别人差，它等于在跟你求救说，这种地震我都动不掉哦。那下次地震来，我就真的没办法咯。地分化认为，大地震了后，出来出结构已经有避损，那借着公权力来凝聚住户共识进行途径，回楼改建才是永久的方式。过来再看避损的大细做无共程度的结构安全保养工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